市长黄伟泰首次出访澳洲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区，拜会姊妹市泰特市长。因为两位市长都伫今年的5月伫台南见过面，再次见面，亲像老朋友同款，非常的亲切。两位市长嘛互相来分享着城市的特色，甲着运动球赛、旅游推广等方面进行双方的交流。Last time after I visited Thailand, I came back. This May? Yes, Right. I came back home. I explained to my wife. I said I found a good place for holiday. 上次我们黄金环市长去台南5月份的时候去拜访，然后回来之后，他就告诉他的老婆说：“啊，我找到一个很适合我们去度假 holiday 的地方。” So the weather is wonderful. Compared to this season in the north, right? It's very hot in September, but the weather here is very good. 那黄市长说，目前呢，整个在北半球可能不是最理想的季节，因为太热了。但是9月份在澳洲确实是还蛮适宜，就是气候蛮好的。接下来11月份要有一个台南旅游展，如果黄金海岸如果愿意去参展的话，我们也会欢迎我们的友谊城市来。对，因为黄金海岸是我们友谊城市，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些相关的协助给他们。市长黄伟泰除了准备印有澳洲国旗的兰花，以及台南的文创商品、富城的芳送予泰特市长，希望将代表台南味的芳水，会用予泰特市长常常想起台南这个姊妹市。会后，泰特市长嘛邀请黄市长登上瞭望台，欣赏着黄金海岸美丽的全景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